靈情私語，哥林多前書15章12至19節，死人豈能不復活？既傳基督是從死裏復活了，怎麼在你們中間有人說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呢？若沒有死人復活的事，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。若基督沒有復活，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，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。並且明顯我們是為神妄作見證的，因我們見證神是叫基督復活了。若死人真不復活，神也就沒有叫基督復活了。因為死人若不復活，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。基督若沒有復活，你們的信便是徒然，你們仍在罪裏，就是在基督裏睡了的人也滅亡了。我們若靠基督，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眾人更可憐。保羅已經好清楚咁說明基督復活嘅事實，佢開始針對哥林多教會錯誤嘅觀念，因為佢哋認為人死咗係唔會復活㗎。保羅俾佢哋知道，基督嘅復活可以算係復活嘅示範，叫信徒得着盼望，將來佢哋都似基督一樣咁復活。12至14節，基督沒有復活，所傳嘅就係妄言。哥林多教會嘅信徒唔相信死人復活，係受希臘文化嘅影響，認為肉體係污穢，同時都阻礙住靈嘅提升。保羅反駁佢哋，若果死人冇復活，咁佢哋所傳基督復活嘅事就係謊話。佢哋以為自己嘅觀念正確，咁樣都包括基督冇復活，而事實上基督真係肉體上復活啦。進一步嚟講，若果基督冇復活，保羅所傳嘅福音都落空，因為所傳嘅係虛假嘅。同樣有人會認為保羅為神作假見證，因為佢曾作過見證話神使基督從死裏復活。15至19節，基督沒有復活，就沒有盼望。保羅再一次提到哥林多人認為死人冇復活，基督也就沒有復活，咁樣就會造成一個好嚴重嘅結果，就係佢哋唔能夠解決罪嘅問題，因為耶穌嘅死係解決咗罪喺人身上嘅咒詛。耶穌嘅復活係叫人有得着釋放嘅生命，都成為復活嘅榜樣。將來我哋都會好似基督一樣復活。耶穌嘅復活係帶嚟屬神嘅人一個永生嘅盼望。保羅做一個總結，若果基督徒只有今生冇永生，就比全世界不信嘅人更可憐，因為屬主嘅人嘅價值觀看重永恆，放棄追求今世，着眼同睇重將來。保羅用好長嘅篇幅講復活嘅事，因為哥林多教會實在落入信仰危機，佢哋落入教義嘅危機係因為受着當地嘅文化影響，呢個都叫我哋要提防地方文化會影響住我哋嘅信仰。保羅重申復活係信仰嘅核心，係同救恩有關，所以唔能夠改動呢個教義。呢度提醒我哋，第一，要盡力維護我哋嘅核心教義；第二，保羅能夠好有理智回應哥林多教會嘅錯誤，我哋都唔能夠輕易放棄理性喺信仰上嘅重要性。第三，基督徒睇重復活嘅盼望。親愛天父，我哋要學習保羅嗰種為真理辯護嘅勇氣，都要常常清楚思考我哋所信，以致不被今世風俗文化影響我哋嘅信仰。阿門。問題思想：第一，點解基督復活係基督教嘅核心教義呢？第二，如果基督真係冇復活，我哋下場會係點樣嘅呢？
第三，我哋點樣確信將來死後必復活呢？請再讀以上經文，寫低靈修札記。